这首歌是从哪里出来的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是歌词是他们自己写的吗？是写词人自己写的吗？不是，这首诗歌是从诗篇第90篇出来的，里面有写到：你后人归地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第4节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根。这是从诗篇第90篇出来的。第10节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，若是强壮的，可以到80。但是其中所经夸的，就是我们夸的，不过就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这是圣经里面出来的诗篇出来的词，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我们一生的年日。好，我们从头开始，不好意思。一边唱一边看歌词，一边想一想我们的人生。有你家是我小生的日子，好我比了你会的心，因为你看千年亲像过十年，可亲像滚一情。年轻人来想，也许觉得为赋新词强说愁，但是很多的已经到了中年，到了老年，你们的一生这样子的经过，这样子的辛苦，应该会有很多的感受。主啊，虽然这一切都会过去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要跟随你，主啊，我们要永远的跟随你。
生看苦，只有路苦甲忧愁，经经过去无路啥物，求你的标点伫阮的身边，愿你的灵光显明。这一切都要过去，这个时代都要过去，但是我们敬拜的上帝永远不会过去。